来关心国会消息，国会这款的修法拜二正式三读过关。针对总统的国政报告，国民党的总调鲍群基呢，29日昨有呢表示善意，讲无论是随问随答、一问一答。 做伙问、做伙答，也是讲干那讲无回答，国民党团拢尊重，这个话一个讲出来，引起真侪人的批评。那民进党的总调郭建明批评这个鲍群基司法当作囡仔耍，连这个民众党的总调黄国昌加国民党的立委嘛无要听伊。条文修正通过。 国会这款修法经过4班议会28号三读过关，不过针对总统国政报告，国民党总调鲍群基说到了真无简单，三读过了后态度是甲过去无共款，讲不管总统大清朝讲要随提问随回答，想要安怎回，伊拢尊重。这已经三读通过，已经要送出去，大家要表决过了，那你自己不认账，这种条文的写法啊是违宪的，自证有罪嘛，赶快。 先起投降嘛。那民进党看到刚刚去，骂鲍群基的讲法是反起反倒。国会这款修法，当真的好朋友黄国昌和拿赢家己人，嘛拢无法度接受。在当初跟台湾人民争取选票的时候，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要来，而且必须要接受询答，只是不是1对1。如果赖清德总统违反过去选前的承诺， 那台湾民众党认为，这样子来立法院毫无意义。民进党自己因为是长不大的巨婴哦，以为赖总统也是巨婴。民进党怎么这么害怕赖清德总统来到立法院呢？ 说明人家就是表现很好啊。他说，因为法案还没有上路啦，但我是觉得，如果法案修过了，就按照法规的方式来处理。现在民进党主张说这个东西有违宪的疑虑，那他欢迎他们去提释宪。鲍群基讲，赖清德不管要如何提问回答，伊拢会接受，敢若是对赖清德示出善意。不过看到那赢家己人嘛歹小听，伊过一天赶紧出面好了侪清。在总统府公告以及立法院送出，还有将近1个月 的时间，我们希望赖总统在这个空窗期内，你可以尽快的把握，能够把历史的定位把它做出来。意思就是，在生活正式推实进程，要个照顾法行。国会这款修法三读过关，不过朝野攻防同款是真袂平静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